在网络上啊，那在NSN上面碰到有那个学长啊，有交大职工的学长啊，就是阿西啦哈，洪仲基。那洪仲基就是现在在读交大职工的博士班哈，那当然他也是交大职工毕业的，他是推荐正式进入交大职工的哈。那前2天你们的学姐，她上礼拜会提到那个李医生，他也要推荐交大职工嘛，他非常高兴，他刚刚什么时候跟我讲说，他已经上了，你的学姐也上了，他们交大职工，是正取的哈。但这个我听得非常非常高兴哈。李医生他这个程式写的并不是很好，也就是说他也学过一点啦，他那时候教 VB 嘛，他学过一点 VB， 那一届他们教 VB， 他们学过一点 VB。那他在推荐之前当然很紧张了哈。我在上礼拜大概有提到过那个我们这边导演算法啊，但我们要花点时间，有时候上课的有些观念要跟大家讲，就是说，那台清交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一流，那些教授也转为一流。那他什么叫一流？当然很多同学可能不大了解，就认为考试100分就叫一流，把题目答案算出来就叫一流，那不对。然后大概我不知道上次是不是跟你们讲，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跟你们讲各种不同的演算法。那但下一堂课我安排他等一下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他去参加推荐甄试，还有他为什么决定读这个，还有他准备的过程。那他因为还去参加完，而且他的经验最丰富，那让他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他整个推甄上，因为交大职工不容易啦哈，不容易。以前交大职工推荐要上的话哈，联考用指考不讲哈，推荐要上的话，我们都知道了，基本上就是他们里面自己的教授的孩子去推荐才会上，外面的他进不去了。还有那些就是他们自己资讯界那些教授的孩子去推荐交大职工才会上，不然都上不了。那个要进去非常非常难哈。大家别小看交大职工哈，交大职工。台大医科赚的钱不会比交大职工来的多啦，不会比交大职工，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件事情，大家都以为搞电脑。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我一个应该算表弟哈，表弟就是我舅舅的小孩啊，叫表弟嘛哈，他考上了。去年考上交大资讯工程，跟下面有人在聊天所以我讲话都一直没有办法连贯如果知道有人没有注意在听我就话讲不下去。这个现在不是课程，你也不听，有点太过分了。这跟你的前途有很大关系啦，你就蒙听啦。也许你会听到一段对你很有价值的东西，改变你的一生了。因为你不要老是以为你想的是对的，多听听别人的哈。那你也不要认为我讲的一定就会跟别人一样，那时候你去听一听，也许对你有些帮助。我刚讲那个划龙船龙船比赛得第1名的人不是用力划的人，而是后面掌舵的人把方向掌对了。你很用力划，结果你划往后滑，或者划的是斜的，你走的路又比别人长，又到不了目标，那有什么用？所以你们现在都在划龙舟每个人都努力在划龙舟。可是你确定，你真的很确定后面帮你掌舵的那一个舵的方向跟你放的位置对吗？你会不会努力划了半天，等你30岁的时候才发现你根本方向都错掉？那就是每次蒙头自己想说你是往对的方向走。所以有时候多停下，然后四周看一看，那个听一听。
然后看看那个方向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哈。那青少年往往有这些东西啊搞不懂啊，然后自己都觉得自己想的都是对的，然后就蒙着一直往前走。老师也不能帮你划船，不过老师至少可以帮你掌舵啊，就是如果不能掌舵，至少也可以在旁边立个标语说你往左偏往右边，你该往哪边走，对不对？那划船给你自己去划，但是你也不要就头低着就一直划，一直划，一直划。要自己想，我只要这样子就对了，我只要这个姿势这样就对了。那好像你左边划2下，右边再划1下就到目标了，不要拼命一直弄，这个船就一直在那边兜圆圈，对不对？你就一直划，他们这边这个兜圆圈，然后你就自己想，我就这样做就对了。很多同学是这样，所以都不愿意听进人家讲的话，都是觉得人家讲的没有什么。老师什么都没有，就是年纪比你们大，看得比你们多了，没有比你厉害啊。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比你厉害很多，但是最厉害的就是老师比较老，看过太多了。所以大家也许听台清交啊没有什么啊，台清交有些科技也许没有什么，但是交大施工绝对是第一把交椅。你们听到的一大堆现在的在台面上叫得出名字的，大概都是交大施工出来。你到科学园区去里面去看，那些开大公司的哈，短几年就几亿身价的哈，那些都是交大施工，都是交大施工。所以交大施工事实上是可以赚大钱。那我那个堂弟啊，他就考上警察学校，在警官学校建识科，在交大施工。那这小孩啊，他要去读交大施工，我那表弟要去读交大施工，他爸爸妈妈不让他进去，所以你给我去读警官学校。那为什么？那是警官学校，你看多好，毕了业之后，1个月有8万块钱啊，一毕业就有6万，干了几年就8万块，你看1个月8万块多好。啊，你看那个，我还有另外2个也是表弟的哈。他们2个高中毕了业之后，有一个是国中毕了业之后，他们就移民到加拿大去，移民去到加拿大，通通练电脑，也不知道加拿大哪一个大学电脑，啊，念完之后就回台湾，台湾之后啊就找工作，也很容易一下就找到了，不过一天工作12个小时，1个月薪水4万块，他就跟我堂弟讲，我舅就跟我堂弟讲，你看。他电脑多好啊，之后再看戏班，他看到就是这样。那孩子一直要去读交大施工，他说那是我的兴趣。父母亲说，你看你爸爸妈妈多可怜，因为以前不好好念书，不找个工作，所以呢，现在啊都得要自己，他们在卖那个羊肉鱼，对不对？牛吧，他生意日子可以过，但是过得很苦啊。你看那个跟警官多好，1个月8万块哈，8万块跟他讲好多哈，天文数字一样。我们2个夫妻这样做的要死，养你们都那么大，1个月能够赚个3万块就不错了啊。你看1个月8万块呢，而且你只要进去念书的当天开始，你就什么都不用哈，就不用缴钱。你看读什么是读什么电脑，搞错啦，读什么电脑4万，再做12点钟，还要呛死，不好。那2个就吵起来。那当然我是读职工的，我舅舅打电话问我的意见，我意见跟他讲说2个学校都很好，但是因为孩子喜欢读职工，我就让他去读职工的。不行啊，那个我规庄仔来，他就知道比较乡下，我庄仔来规庄仔来，拢讲做警官较好，8万块呢。后来他们还是强迫孩子去读警官学校，就让孩子读了7个月之后，前2天离家出走，不回去警官报道，说我不要，他很确定那不是我要念。那我一直跟我舅舅讲，我说你为什么一定随便旁边抓一个跟电脑有关系的，就说那个就是在搞电脑？你根本不知道电脑是什么，那难道我们学校有个小姐
也是在弄电脑啊，在那边打电脑啊，一个月2万块，那你要讲搞电脑的是一个月赚2万吗？不对的，交大职工据我所知啊，除非很混的啦，绝大部分的学生出到社会去之后，没有错啦，头几年可能比较辛苦，赚没有那么赚不到8万，可是绝大部分的人8万块对他们来讲是小数目，一个月8万块是小数目，所以别小看交大职工啊。那些人都是集合一时之权，所以等一下你们学姐来，我觉得你们特别真的很不简单，又是女孩子哈，那能够推荐上那么多，因为他的竞争对手都很强啊，主要是交大职工去，大概就是各个学校大概都是最厉害的人去了啊。我像去年的小龟啊，小龟你们知道吧？哎，那他们这几位哈，当时大概不知道今年这几个也都考得很好嘛，就是玩电脑、写程式的，把程式写好的，然后常常跟老师跟着参加去比赛的哈。今年3年级的3个科件大概都是台清交的，啊，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啦哈，像我们上课讲这些东西哈，很多同学感觉没什么兴趣，因为在你们脑袋里面，你们老是把电脑就是跟去玩一玩啊，聊聊天啊，老是上了1年的课也都快结束了，很多人还是观念都开不过来。稍微要动点脑筋的，因为这个课没压力，很多人就认为这个课是要脑筋休息的时候。但事实上，我在上课要让你们动脑筋的时间，可能就远比其他的课要多。也就是说，你如果真心在上课的人，这2堂课上完，你应该是很累的，因为去打篮球跟坐在那个地方想问题，哪一个比较耗的热量比较多？我告诉你，坐在那边想问题消耗的热量不会比打篮球来的少，因为你脑袋要大量的去活动。那你上这个课如果来这边就是来这个听啊，我在讲的时候你没有跟着我讲的东西融到里面去，然后去思考我在讲的东西当然上课回去就会身体很累，而不是精神很累。讲精神很累就是你上完课之后，因为你一直在动脑筋所以你一放松下来就很想好像趴在桌上睡一下，那就是脑袋是大量在活动。这个课本来设定上就是希望让你们多动点脑筋，要去想讲的东西不能叫难它不叫难它就叫动脑筋就叫想不，你们有时候你们学很多东西说难的原因并不是真的难，而是他就跳了一些东西在那里。其实我就觉得天底下东西都很简单，最主要就是你没有专心的话，你就是很多名词你就不知道，很多基本的定义你不知道，就这样。那不然的话也没，我的意思是讲说，其实那些问题就好像在思考，在想问题就好像在思考一些1+1等于2，1+1等于多少，就这样而已。你能搞得懂1+1等于2，你就能够搞懂你那个物理课本里面所有的东西。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所以很简单的意思就是你想通了之后就很简单。任何一个东西那个道理你想通了你去看那个书，你当然你不要去看一个说那个基础你都不懂，一篇文章拿起来100个字里面有90个字是生字，把它翻成中文你也看不懂，那你就学不会。我第一次有这种经验，是因为我以前也都是跟你们一样从头开始慢慢学。我有一次自己学东西是资料库，我的资料库算是我比较在行的东西之一资料库。但是我当时资料库是怎么学来的？大家一定都不知道我资料库怎么学来的，很多人都很好奇。我还曾经在很多学校开课教资料库。
那现在资料库对我来讲，我已经不去教它，因为资料库已经变成我的，我不会把它当做是一门课去看它的。资料库对我来讲，就好像吃饭上厕所那种很自然的事情，我不会感觉说里面什么要讲什么，就你问我什么就知道这样子。资料库已经到那种结果，就好像你们在玩那个国小的，刚开始学国小的四则运算，你要一天到晚算的要死要活。现在叫你说来上海教四则运算，有一段时间你会想教的，到时候你会想到那有什么好教的。那资料库对我来讲大概是这样。那你知道很多学校有很多学生，那尤其那些资讯科系的，学那个资料库一学好几年还学不会。我当时是怎么学来？那个也是一场误会。那时候我会 Basic， 我会一种就是 VB 那个叫 BAIC 啊，叫 Basic。那后来那时候我在吴凤技术学院任教，后来我 Basic 还算学得不错，因为这个大概就是写程式嘛，我就自己玩啊，大概就学得不错。后来有一天那个青辅会，就是青年辅导委员会，以前叫职训局啊，那他们就会开那个课，就是给外面在工作的人，再回来学校学点东西，学点新的知识这样。然后他开了一个课叫 DBase 实力，叫 DBase 实力这样啊。然后问尽全校所有的老师，没有一个人会。那教主任就跑来找我，他说：“哎，你这个课你来开好不好？”我就一看，我说：“这个有 BAS， 这个有 BAS 这样子。”我一看就说：“这个应该差不多吧？”我说：“好，我开啊。”我就决定开了。我说：“好，这个课我开。”这我一开呢，我就开始找资料了。那所以大概要开课前1个礼拜，我开始找资料，才发现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整个嘉义市找不到一本书是DBase实力。所以我到那个时候，一个上课前，我要当老师哦，我不是去当学生，我要去当老师，我这个东西是什么我都还不知道。哎，很可笑，很好玩。你要当老师，然后一个东西你完全都不懂，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去找书找不到，我就赶快，因为我家住高雄，当天晚上就跑到高雄去。那刚好高雄在办资讯展，那时候资讯展很小哈，那是民国74年时候的事情，73年、74年时候的事情。那时候资讯展第1届还是第2届，大概都没有在展电脑，电脑没有展起来，都在展书。我就找了半天，找到一本厚厚的叫《DBase》，那本书我到现在还在。回来一看，当场傻眼，资料库管理系统。资料库是什么？不知道。管理是什么？不知道。因为我是学物理的，物理是理工科哈。资料库管理，它是属于管理学院，不是理学院。不要说有个理，然后都一样，没有。管理跟理差太多了。管理学院像那个什么会计啦、气管啊，那叫管理，里面有很多是管理的观念。然后有一堆呢是资料库，资料库就是属于资讯科学，但我本科也不是资讯科学，我只会写程式，我的在大学受的训练不是那个东西，我大学都是在跟你们现在在算那个物理一样，就是写一大堆那个方程式，然后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方程式在写什么这样，就在那边导啊推过来算过去，微积分机啊，那个什么物理数学啊，就一大堆怪符号在那边写，那个就是我在大学搞的东西。然后忽然之间搞这个，完全都是一些数目字的排列，就是你们现在讲是什么收听啊什么的，完全都不会。然后书就只有那一本，从第2页简介看完之后，第2页翻过来的第1段就看不懂，完全看不懂，里面有太多名词我是不知道的。在1个礼拜就要上课了，如果是你怎么办？我知道很多人会承受不了压力的。你大概讲3天，这边有很多同学大概讲3天之后的结论会告诉我什么？我去找教务主任跟他诚实说我不会，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我那样做啊，今天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上这个课，我可能在教室里面继续上我的物理啊。我的决定是我既然接了，
我就要上，不会我就把它搞会。那你看不懂啊，你怎么办？没有关系。当天晚上，我那时候刚退伍没多久，我要那个黄埔大背包，就阿兵哥黄埔大背包就背着，火车一坐到台北去，重庆南北路啊，台北的火车站一下来，啊，往右转，第一条路就是重庆南北路，整条街通通是书局，我就从第一间开始找，只要跟资料库有关的，跟管理有关的，我不管它什么，我就往黄埔大背包丢。这样子绕回来一圈之后，里面满满的书，背着就回来，我就一堆书了啊。接下来从第一页开始看着某一段话，对不对？这个我不懂嘛，我就从这一堆书里面去找看哪一本书是在介绍这个，拿起来看，这一看还是第一页又不懂，对不对？再找从这里开始就找，我就这样子找一直找，一路找下去，大概几天的时间哈，我就把那些基本的观念就回来。那些观念就是别人可能要去修课修2年3年，在那边坐在那个地方修一门课，老师讲3个小时5个小时，1个礼拜上3个小时，然后上他1个学期。但是你真的用到的可能就几句话而已，你上一门课真的用到可能2、3个观念几句话而已，啪啪就把它读回来。1个礼拜之后，再翻开我那一本书，一看还是看不懂。可是隔天就要上课了，怎么办？没关系，前面不是读了一堆东西嘛，把我那些懂的东西赶快做成讲义，做到3个小时的讲义。上台，那时候还没投影片，就开始写黑板，就写黑板，就开始讲，然后讲的都是很基本的资料库的观念啊。那我就开始讲说这些都是基本观念。我们低倍实力要装得很贵的样子，我们这个低倍实力要以这些为基础。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就是把这些基础先跟大家复习一下，就讲得很专家一样，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些基础，开始讲。然后你看我现在穿的都很随便因为我已经现在是大师级，所以我可以随便穿，我不需要用外表来装自己很厉害。我那时候不一样哇，西装笔挺，而且还拿那种007的那种风服然后把自己装得很忙的样子，要赶场这样去啪打开里面一大堆资料大家假装跟找到一直在这一会，然后开始讲连续讲3个小时，讲完之后就讲说，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下礼拜来的时候再问我，我再一并回答。老师，还有嘛，还要赶去下一场上课，包包一拿就赶快往外跑，中间绝对不休息，不让人家问问题。我也从那个时候养成上课中间不休息的习惯因为你休息10分钟，是不是人家就靠过来就开始问问题？可是我这个不懂，这是啥？废话，你不懂我也不懂。你问我不是死在那里，这个噼啪就一直讲了就爆，就赶快就跑掉。那他们就莫名其妙，我那也听不懂，就拼命抄就抄一堆。黑板那些东西也是我从书上抄来凑去。后来那个课上我才知道，其实他们完全都不懂。所以我讲那些基本的，刚好他们也有用。然后事实上我就自己读。从此而后那个课很痛苦，折磨我3个月，而且是每个礼拜3天，每次3个小时。1个礼拜3天，连续3个月，每次3个小时。上去就讲3个小时的课，然后我一回去都不敢睡觉，就开始写讲义，一直写1天半完之后，然后隔天还要上课，晚上不睡觉，一直写完之后就开始上，那个3个月下真的把我给搞死。不过从此而后我就会，这我就会，最后我就会。你不要教人家嘛，你就自己要先赶快做实验做讲义一直逼着自己弄，3个月之后我就会。从此而后这个课。我在嘉义地区第一个开的，以后人家要开什么课就来找我，开低倍实力，就很多徒子徒孙就从我这边教出去，很多地方昨天有一个软体，那个以前青年高中的校长，早年也是玩这个，我就2个在那边聊，就在讲说，他就要跟我们那个办公室的小姐讲新来的那些老师，这个年轻人这个都不会，我要讲说，这东西现在没有人会。
那现在这个已经被淘汰掉了。他们就跟那个年轻的讲说哈，钱老师是个宝，为什么是个宝？我是宝，不是因为我会写程式，我会什么，而是我是一个历史，因为我年纪大，所以我经过很多事情。那这些事情就是很好的经验。像这个 DBase 是什么？他们昨天那个软体哈，那个是青年高中以前的校长，青年高中很有名的，他们都拍电影嘛，开始。那个校长也真的是狂热分子，他从美国回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写那个校务行政，就是用 DBase 写了之后呢，到最后啊，干脆校长不干，就跑到外面去开了一家公司叫惠二，然后就专门写的软体，然后卖。校长不做，跑去做这个，专门就做。我没有他那个气魄了，我还是留在新国继续写，他就跳出去。那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个转折了，就是这个东西是 DOS 下的，后来要变成 Windows， 变成 Windows 哈，有很多solution，很多解决方案。但是我的解决方案就是不用它了，我把一脚踢开了，我说不用。这个要下很大的决心啊！你讲一个摸一个东西摸到已经，就像你天天讲中文，讲了20年了，忽然有一天你说中文没前途了，中文你预测到它没前途，以后没有人会再讲中文。有2派人嘛，一派人就是我努力的去把中文救住啊，对不对？四处呼吁啊，我们一定要用繁体中文啊，不什么文化，讲1万个理由，然后我就是要用繁体中文。我这个是举例啦，繁体中文不会被消灭，我是举例啦，这样你们比较容易了解。假设我们是忽然发现说，过了5年、10年之后，繁体中文没人用了哦，你学了繁体中文用了20年，然后会告诉你说你这20年的东西以后没有什么用哦，那你要怎么做？大部分的人直觉反应就是不行，我花了20年才把繁体中文学会了，难道你要在我花另外20年去学简体中文吗？不行，我一定要把繁体中文紧紧的抱牢，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在繁体中文里面找伙伴。DBase 就有一派是这样，当时会的就像昨天来的那个蔡教授这样。他们当时那一派跟我很多朋友都一样，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当时我跟他们做了一个激辩，很大的辩论。我跟他讲说我要放弃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看出来新的技术已经形成，而且新的技术完全会把它涵盖掉。我说这个东西再搞没有几年，所以要把它放掉，不大容易了你们现在是没得选因为你还没有一个专业的东西。叫你学什么就学什么，你能不能想说，你学了20年之后，忽然之间要你把你20年才学会的东西放弃掉，然后再从头开始学一个新的东西。那我一直觉得人生就一定要有这种决心了我在人生有好几次都是这样，我就觉得这种不行，我就不要了，一脚把它踢开，从头学起。所以。后来你看，我们现在电脑中心用的技术都是最新的。那昨天我在跟那个老朋友，他讲我是老朋友，认识10几年，将近快20年，大概10几年前就认识。虽然不是很好的不是很熟的朋友，但是10年就认识。我就发现一件事，以前大家都一起谈这个东西，现在他还在谈这个东西，他脑袋里面想都是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现在谈的都不一样，现在谈的都是最新的，所以我跟现在刚毕业的那个资工系的毕业的新来的老师，我跟他们谈，我知道的一定不会比他们少，虽然他们是最新的，可是他们少什么？他们少这些旧的，因为这个他们没学过，我有用过，所以我等于是繁体中文也会很熟，简体中文也熟，变成这样。那年轻的会简体很熟，繁体不熟；老的繁体很熟，简体不熟。那这个在现今的社会，我就觉得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社会变动太快。所以有同学跑来问我说：“老师，
我家的 Windows 98 Win-Me 要不要换成 WinXP？ 听说 WinXP 哈，有什么很多问题等等，还是 Win98 比较稳，跑起来比较快。我讲了100个理由，我只跟他讲一句话：你迟早也要换的，迟早要换的。所以有新的出来就赶快玩啊，就是确定你要判断，确定它不会不见了就赶快换，不要再想第二个啊。你这样子换每次付出的代价都一点点，就是说你只要付出一点点，你就跟上去了，付出一点点就跟上去了。你不要把那个东西累积下来3次、5次、8次之后，你就发现你就要从这个领域就退出来。我有好多朋友以前用必备实力写的现在都从这个领域退出来，都不再做电脑。不过那也不是好或不好了，因为做电脑不见得很好了。像我做电脑已经这个礼拜又都没睡觉了，不见得很好。昨天我就跟那个蔡校长2个请教我们2个在讲刚好在讲刘老师前天晚上也没睡觉，都写程式写到天亮。我就跟他讲，他们都知道我大概3天没睡觉了，昨天到第4天没睡觉，我讲话有点大概怕淡。我们2个相视一笑，就讲了一句话，我跟他讲说，我下辈子绝对不要再玩电脑，会累死我。可是这辈子已经玩到了，它就是很好玩，玩了就放不下。所以看到这个我就想起这个故事这个给大家一个经验就是你们学这些东西不要害怕。必备实力，如果你们在家里面学，从学校正规教育学，那至少要学4年，而且出来还可能只是半桶，你要当老师还有一段距离。可是你把自己一推一逼，完全外行从完全外行到变成专家，3个月，就3个月了，就3个月。上次我跟大家讲，有一次我去听 talk 讲到那个中研院的那个研究员他从数学领域跨到资工，再跨到生物的领域去，生物资讯的领域去。这个都是我比较佩服的。我都觉得这种人因为我的周遭我看太多大部分人读书就是读到大学毕业了。我这个年纪了，他们就是努力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就结束了。他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找个工作，等他可以把他自己养活了，可以赚到钱了，他就不去读书了。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在台湾教育下，所以我蛮钦佩那一种，就是一辈子一直在念书，然后一直在求知识的。你就像说你们都觉得也许你们看我不觉得我很聪明但是你能不能想过，我今年已经47岁了大你们30岁。很多人读到大学毕业21岁之后，就不再读书了，也就是说不再承受那一种必须要把一本书读完，然后要里面把东西搞懂。那个书又不是闲书，不是说像看小说、看漫画看一看，丢了忘了剧情没关系的，你要把它学会，而且把它记下来。大部分的人这种都是你们读高中，你们真的很多人在读4年，为了找工作，现在很多人读书不是会读书，是会找工作，再多读2年研究所，拿到硕士，完之后找到工作了，从此以后就不再读书了，都是为工作明天工作被碰上我就去读黑，我就去读黑然后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很多人这边会这样，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24岁，20岁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又在第2个20年，这20年还国小那个都扣除了国小、国中、高中扣除了，再给他另外一个20年，他都在跟读大学一样，继续的在读书。OK， 那我今年47岁，
我已经又读了20几年的书，等于我读了几次大学，你自己去算算看啊。那这脑袋里面会装什么？这个就是永远不要停下来，对吧？而且我还打算继续再读它20年。那我上次讲说去听那个演讲，就觉得那是一座山在那里，我跨不过。我也希望以后我自己变成一座山，啊，让人家跨不过去，让人家跨不过去，让自己也跨不过去，就自己一直往上，把这个山越做越大，让挡在别人前面，人家看到你就会从心里面去尊敬你。很多人的尊敬是来自于头衔，有没有？最近抓回来那个梁怎么勋的，有没有看到那一部？梁伯勋啊，有没有看到那部猪样，长得跟头猪一样？你会不会尊敬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几年前，当他是新街中建设董事长那个名头挂在他头上的时候，你知道他走在任何地方，你看到他，你就要膜拜他，对不对？他是一座山，他把那个头衔一拿掉，就是拿钱。你长大之后，你以后会工作，你在工作的过程里面，你的职位会慢慢升。大概叫你当的，叫你什么位哈，叫你总的，叫你当的。有一天你退休了，董事长被拿掉了，你不叫董事长。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啊，这去尊上一两个当的，也尊敬你呗。那个时候人家是不是尊敬你，不再是你的头衔。如果你是真的有料，永远都被尊敬啊。那这个就是人生我想追求的东西啦。那你们在这一辈子里面，慢慢的哈，这些经验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今天我比较花多一点时间去讲这些东西啊，就是也是有感而发了啊，有感而发，就是很辛苦，有时候每次人家跟我过完生日，我就会木然觉得说，怎么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像很老，不是老1岁而已啊。我的感觉不是老1岁啦，我会常常会忘记我的年纪，也就是说，因为你一直在在读书嘛，所以你的心一直会留在，不会觉得自己是老人。可是只有在过生日的时候，他就很现实的，蜡烛没地方插了这样子哈。你看47根蜡烛要怎么插？现在都是比较聪明，就写一个4一个7这样子哈。要是跟以前一样，每1岁就要插一根蜡烛，那47根蜡烛要怎么插？想一想也是很恐怖的事情，一点起来那个跟火山一样。那有些人很怕死，然后我都觉得我不会怕死，因为我都觉得我够了，对不对？我够了，因为我就发现说，我20岁以后，我都没有停下来。其实我活比别人多活好久，因为我一直活着啦。很多人有一段时间是死掉的，跟你们现在都活着，我不管你们现在都活着，你读大学都活着。可是等你找完工作，你工作一固定，你在奋斗的时候还活着。等哪一天你的工作一固定了，你就死，因为你日复一日就做那些事情，其实你就死了。你活2天都一样的时候，那你就不要活了，你都活过了嘛，对不对？那你活2天都一样，你活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是这种感，不是适用每一个。有些人说我每天都过一样，我很舒服。可是对我来讲，要是过2天日子都一样，我就觉得，那我就是死1天就对了。所以这是人的个性的关系，人的人生观。那给这些有一些得过且过的孩子们一点感想。等一下你们学姐还会过了啊，大概再听听他们的想法。我想你们很快就要面临了嘛，高中了，已经高1快念完了，马上高2完之后就要准备这些，你到底以后要干什么，可能要想清楚啊。我今天还是会花点时间让你们打了，就下堂课一进来哈，
等一下老师那一个学姐讲完之后哈，就过去了。今天我想把这个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好像以前有讲过了哈，我们把 array 一个阵列哈，是一序列的 component 啊，这个我想讲过了哈。然后什么是长度，什么 row bound， 什么是 up bound 哈。那我们看 Java 这一段哈，这是实作的部分。我们看 Java 里面这个 array 的那个 property 啊，在 Java 的阵列里面的元件哈，它可以是一些 vary， 就一些叫做 primitive type 啊 primitive type， 或者是一些 object， 对标准 class 的 object， 这句话很多人可能就听不懂。那我注意听我讲一下，我尽量把它解释一下，大家听得懂。Java 是一个物件导向程式设计语言。那在它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东西，所有的这个世界的构成是由 object 是由物件所构成啊。那当然物件，你看到东西的时候啊，人类自然会去归类，啊，会去归类，啊，比方说像这边，以你们很直觉的判断，你知道，像这个前面有摆很多萤幕啊，虽然它是一个一个不同的萤幕，但是你会把这些所有的萤幕视为是同一类啊。我赵老师两个都是老师啊。事实上都是一个赵老师，一个田老师在这里啊。但是你很自然会把我们两个归成一类啊。那下面还有很多学生啊，学生是一类啊。所以虽然我们都是 object 啊，都是物件啊，但是我们是3-base class。这 clas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clas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学很久了嘛，我们叫班级嘛，对不对？但这个字也可以叫做分类啊。班级不就是一个 class 不就是一个班就是一个类吗？啊 ，class 1、class 2、class 3啊，第一个班 class A、class B、class C 啊，所以就把某些同学聚在一起，把它分成一类。所以物件导向就是有 class 的观念。他讲一个阵列里面的元件，就是当我把一个阵列放出来之后，它里面就可以放一个 class 进去，放一个 object 进去，放一个物件进去。这物件可能是某些 class。OK。另外有一些东西呢是什么叫 primitive 的 type 啊 ？primitive 就是原来的形态。照理讲，以理想状况，应该所有东西都可以归类成附件啊。但是有一些东西在使用上面会很不方便，所以比方说3+2，那3跟2你要把它加在一起，你把3视为一种东西也可以，但是你特别把某一些特殊常用，比方说3，你就说它是一个整数。那所以在 Java 呢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些可以直接透过运算子去运算的一些东西，那它就把它规定成 primitive type 啊。那这个是跟我们的一般的数学经验比较符合，也跟传统像你们学C那样子比较符合啊，所以这个也被保留下来。所以一个阵列里面，为了跟旧的符合，所以可以存一些原子的形态啊，像 integer 像整数的 int 哈，像 float 啦哈 float 哈。像布林哈 BOLEAN 哈，像 double DOUBLE， 像 long 啊 LONG， 像这些东西，大概稀有的那些 data type， 那他就把它视为 primitive 的一个 type 哈。那 Java 的 array 哈，它的长度如果是 n 的话，那它的 lower bound 哈是0，它的 upper bound 哈是 n 减1。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放一个阵列，然后要储存 n 的元素的话，
那它的最小的所以最大的是 n 减。比方说你今天有7个东西要存起来，那第一个我们的所谓就是1，第7个所谓就是6，所以它会从0到6，总共7。在11点5前到音乐教室。这是加码的规定哈。如果无顾不到，大部分的程式语言并不能够让你自己规定 lower bound 跟 upper bound 啊。临界语。那样如果让你能限定说我这个语言的 lower bound 跟 upper bound 有没有好处？早年的 Basic 啊，我最熟悉的之一的语言叫 Basic。Basic 是可以规定 lower bound 跟 upper bound 啊。不过 Basic 一直到 VB.NET 之后，也从善如流，他也把那一个东西给取消掉了。也就是说，他不再让使用者可以规定低阶跟高阶是什么。好，那底阶跟高阶，底阶就一定是规定是0，高阶就一定是到 n 减啊，这样懂了吗？所以你去存取的时候，阵列一定是从0开始，好，他们就这样子去规定哈。那怎么样去产生一个新的 array 呢？好，我们讲哈 ，Java 的阵列本身就是一个物件。我再讲一遍哈 ，Java 把 array 这个东西哦，就当做一个 object 来讲，它本身就是个 object。然后这个 array 呢，它可以动态的配置，直接可以 new 一个 tn， 那可以动态配置。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在讲 C 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讲到 C 的阵列是不能动态配置。所谓动态配置就是像假设我们今天要输入学生成绩，然后要求学生成绩平均。那在 C 里面，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就要定义 int， 比方说 S， 然后中括号，然后表示要50个学生，这里面叫 C， 然后50这样子。那你程式一跑，才发现你的学生是51个。那你怎么办？没有办法，程式得要排除51，再重新砍开了。你一定要在写程式的时候，就告诉他，我这个阵列要多大。这个有个缺点啊，因为你有时候你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可能是unknown，比方说你今天到底我要处理的学生成绩，我要把学生成绩通通抓过来，然后要算算平均啊，干什么的啊？算算总分啊，算算分布等等，你要取个学生平均，要把它存起来，那就要个阵列去存嘛。可是这个班级啊的人数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班的人数都不一样。那你到最后你怎么办？你知道取 making 吗？你一开始，比方说有个班是20个人，有个班是60个人，最大60个，最小20个，30个。那你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就一定要预留60个。可是很省，这个程式用了100年，那个60个的情况通通没有用到，而你程式每次一跑就一定要预留60个空间，这个不大好啊。所以 C 能不能做动态阵列 ？C 的动态阵列可以做，但是很麻烦，它必须要动态配置机，然后你自己要去实做一个阵列出来，那个动态阵列的做法，一般他们是用指标下去做，所以在 C 里面要写一个动态阵列，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像我在写动态阵列，每次写到 C， 我绝对不可能坐在电脑前面啪啪啪就把它敲出来，我一定要把书再翻出来，然后把那一段抄下来，因为那一段很长它必须用指标的指标，用2个指标才能做一个2维阵列。那必须指标的指标的指标才能做3维阵列，因为 C 必须用指标才能做动态阵列、动态配置Java 就比较好，就一行就解决了。还有 C++ 也可以C++ 也是可以动态配置阵列就是你在程式里面，你告诉我 n 等于12，n 等于60，然后再 new tn， 这样可以。在 C 里面，你绝对不能说。我这边先 n 等于60，然后这边定一个 int tn， 这个不行。你在砍开了，它就会告诉你那是不行，那是不行。那这个在 Java 里面这个是可以所以用 Java 写是很方便的你随时需要多大
你程式，比方说 user 按5，那你就产生5个大小的阵列，按8就产生8个大小的阵列，这样去处理就可以。好，这个是 Java 呢，它本身是可以动态配置。好，它的想法是这样哈，它的示意图哈，也就是假设我宣告一个阵列 A， 这个当你宣告一个 A 的时候哈，这个 A 啊，它本身并不是实际的东西哈，它只是一个 object， 它本身一个 object。Java 的 object 不是实际的资料 ，Java object 只是一个 reference， 它不叫做 pointer， 它怕 reference 那个 pointer 这个字啊，指标这个字太恐怖了。我 C 教到指标之前就把你们卡掉了哈，就不要再学下去了，再学下去很多人就要发疯哈。虽然到现在没有教下去，也是很多人就疯掉了。但是 Java 比较好，它比较友善一点，它就讲说，好吧，我们就叫 reference。当你写 A 的时候，事实上它只是一个 reference， 参考到实际的资料，这个资料它就会切一块一块的哈，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放 class tag， 然后放长度，那接下来就把资料就可以往里面塞，好，就说你这边是 TN， 它就摆在第一个位置，然后长度是多少，然后接下来呢，它就把这个位置平到 N 等于就可以放出来。好，那以后这里面看你放的是什么，你可以放原来的资料形态。如果你放的是原来的资料形态，比方说你放的是1、2、3、4，它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放的是一只狗、一只猫，它就不直接放进去了，它就会变成一个 reference 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它就放 reference。这是 Java 的做法啊，这样听得懂吗？概念先搞好哈，这个一个是实际的 component 啊。我们看看 Java 的原始形态的阵列哈，我们来看看怎么去产生一个质数哈的阵列。我这边假设这边有一个质数哈 ，PINES 哈，这个是质数的意思哈。这个字是群数哈，就是英文的质数哈。这个字就是质数哈，2、3、5、7、11、13啊。那你只要宣告 int 阵列，跟他讲这是一个整数阵列，然后 PINES 等于，然后用大括号就这样写，跟 C 是不是很类似？差别是 C 把这个大括号放到后面来，对不对？你唯一要转换大概就是这样而已，然后我们就可以用 C 的同样的技巧哈，去做一次巡航。我说 for i 等于0到 i 小于 PRES 的 range。这个 PRES 有没有看到？它本身就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它有一个特性叫做长度，长度就是代表我这里面有多少个，你可以透过它长度抓到，然后 i 加加。那同样的，你就这个相当于就 print f 了哈，然后 PRES， 然后中括 i， 那这个时候你的电脑输出的结果就是2、3、5、7、13哈，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在机学阵列的时候一直在讲的，你怎么样做巡航哈。好，看看怎么装的哈。首先，在电脑的内部里面，它会先产生一个叫做 premise 的这一个 reference， 它是一个基体位置，然后这个基体位置里面摆一个子。这个子就是说我指到我另外一个基体位置 ，OK， 然后这个基体位置就是一个，你假想它是一个连续配置的哈，但事实上它不是连续的，在电脑里面，他们自己会去处理，它内部会把它配置好。然后第一个就是摆 int， 就是摆这个，摆它的那个 class， 就是它是一个整数的阵列，然后长度。1、2、3、4、5、6，它是6，那代表说以下6个是属于它的，然后接下来把2、3、5、7、11、13就直接摆进去 ，OK， 这是它的 Java 的 primitive 的一个 array 哈。那我们再看看它的 object array， 它的阵列哈。假设我现在有一个 object 叫做日期，日期呢，假设我里面有3个栏，这个栏分别是年、月、日，年、月、日。那我怎么样去产生一个日期的物件哈？这个 date 哈，
假设有3个栏是 YND 啦哈，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去产生一个 date 的阵列，然后我叫 host 啊，等于 new date 3，代表我要产生3个 date。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讲说，我现在有一个 host 这一个 reference， 它指到一个 date 的 class， 然后它的长度是3。注意哦，这个0、1、2都是点，它里面存的并不是把日期真的放到里面去，而是摆了3个 reference。然后再看哈，我们的实际 code 哈，假设我今天 date host 是0，我就可以摆进一个 new date， 2002年1月1号 host 1哈。就是2001年5月1号哈 ，host 2是2001年12月25号，我要产生新的日期，然后放到 host 里面去哈。好，来看看你的 C 会怎么存哈，你的那个 Java 会怎么存？当你产生一个 new date 200011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产生这个会产生这样的东西出来。它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叫 date， 然后它有3个值，分别是2002 1月1号啊。第2行做完，它会产生第2个 case 2001 51，然后2001 12 25，这就是3个 class 独立产生的。然后我们上面不是有宣告一个阵列吗？有宣告一个阵列在这里，当点3点吗？那这3点，因为经过这3行做的时候，这一行就把这一个做出来的物件的 reference 存到这个 host 里面去了，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 host 会指到这里来，这个会指到这里来，这个会指到这里来。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美妙了哈！用2、3页这么简单的结构，就找到了一个方法。找到一个容器，可以把天下万物通通装进去。为什么？这个阵列，它里面并不是把东西实际装进去，它只是装一个 reference， 装一个参考值而已。那这个参考值所指向的位置，会是任何一个地方。那这个可以是任何东西。那是不是就有一个阵列可以存天下万物？这样做多美妙的一件事情啊！以前的阵列 ，C 的阵列里面每个元素都必须是要同样的资料形态，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哦，就可以通通装进去。计算机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把宇宙万物放到一个阵列里面去，然后每一个东西给它一个编号，然后让你去可以做处理。你可以用 for 用坏的回圈去巡航，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做处理。所以当我们在讲排序的时候，我们是对一个阵列做排序。我们举例子的时候，也许是举里面放整数，让你去排序。可是我现在告诉你，因为它可以摆进宇宙万物，所以我就可以对宇宙万物去排序。你在讲排序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样的观念就通通用进来了。什么叫排序？你把考卷排一排，考卷的分数排一排叫排序。我把全校的学生，把班上的学生，好，进来，再给我1分钟哈，我们学姐来，我把这个做个结束哈。同样的排序观念哈，你前面导问先做一下。同样的观念哈，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如果放的是人，比方说你们老师每学期开始都会按身高的顺序帮你们排一排，那你就排好了，然后要帮你们安排座位，这也要排序。那这个排序，对。这个排序都可以处理，都可以处理。
因为这里面可以装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是 class， 记住哈，它是放 object， 它里面可以放 object， 那 object 就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 class 放在一起，所以这里面可以摆动物，那动物的话就是可以摆狗啊、猫啊，对不对？如果你讲我这里面摆的是类别是狗，那它可能是各种不同的狗。OK， 所以Java 物件导向很漂亮的地方，很美的地方就在这里啊。物件导向它到最后并不是在写程式，你们学那个 C 只是一些基本动作而已。当你东西到物件导向之后，它变成是一种方法，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怎么构成，建构的方法到底是物件导向。到目前为止是人类讲出来最接近上帝的方法之一的啊，应该是最接近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所建构出来的电脑软体，玩起来一定很有趣的啊。那我上课的部分到这里，等一下还是会开家庭模型让你们交作业。那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学姐啊，我们先恭喜她哈，这个。出来上了交大资工，我刚才也跟大家报告过，交大资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到目前为止是用推荐，考的不算了哈，用推荐生式上的，老师在这个学校啊，已经我从民国78年来的，到现在啊，推甄我记得好像在民国84年左右开始啊，将近10几年了。兴国很多学生每年都希望能够进交大资工，但是透过推甄上的，到目前为止只有3位。你刚刚在网络上跟他聊天的是第1位，就是翁仲基，他目前已经在读博士班1年级啊，所以他应该大你7岁啊，4年加3年，刚好大你7岁哈。他大你们2岁，对不对？还很近。那叫7岁的来讲不大准，大2岁的，你们2年后就跟他一样。那来让他谈谈各方面的，我不限定话题，跟学妹们、学弟们啊，尤其学妹们啊，去报告一下，而且你要崇拜这个人啊。好，我把时间交给你，好不好？要9班，要不要让你们制作？要制作，我会尴尬，你很自然，你这充满自信的还有好。我讲的我在听啊。你们会读生物班，应该大部分都对医科有兴趣吧？我觉得有人是想读数理之类的，就是资工啊或材料之类的。没有嘛，就是每个人都想念医科就对了。其实啊，我是觉得，在我学测前几天吧，学测前大概50、60天的时候，我就很想随便抓个学弟或学妹，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用功读书，知不知道？因为其实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就是一直玩，然后他说，反正就考试嘛，啊，考试就考试前输一点，然后。可是其实那个学问是难不扎实的，所以在你们面临学测或者是指考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整个压力很大，因为你们那个在当下学的时候没有很扎实的学啊，所以当你们要面对很大的考试的时候，是一种很大的磨练，所以你们现在真的要好好的用功读书啊。就是不要相信别人说什么，我每天都睡7、8个小时啊，然后只读2、3个小时就可以读得很好那种。世界上有这种人没有错啦，但是这种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我知道你们会念生物班，代表你们可能比一般学生聪明一点，但是聪明一点不代表你们可以不用努力就考上很好的大学。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啊，
就是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他说啊，我这一生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老了，然后已经差不多快去世了。然后他就说我这一生啊，研究光啊，研究一辈子啊，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光是什么。可是大家都在讲光子啊，好像他们都知道了是什么一样。所以你们就是不管学了多少啊，你们要记得说，你们离很高阶的人还是很远的。因为像我虽然上了交大职工，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读书啊，就是很多人就说啊，你上的很好啊，可以玩3个月啊。可是我觉得你上了之后背负的是更大的压力，因为你上了就代表你是辛苦的人，然后你去了交大，你表现好不好，不是你的，不是李怡珍这3个字的，是辛苦。人家会告诉别人说啊，新国兰学生呢成绩怎么样啊，新国兰的人态度怎么样，而不是这个。所以你们出去代表的就是新国、台南县，而不是你们自己。就是重点是你们要好好用功读书，然后抱着一颗很谦让的心去考这样，而且要对自己很有自信。因为其实我去面试的时候啊，我程式语言也没有写得多好，那个时候好像只写到河内塔吧。然后我给那个杰燕老师看过啊，然后杰燕老师说，就是我用的方法也都是就是蛮懒人的，就蛮懒惰的，就是蛮简单的方法，就是很直接去想，我没有很特别的方法。可是我为什么会上的原因，我觉得可能不只是我学科的分数或者是什么的，可能是